成咗幾單外賣，跟住個平台又抌咗張單過嚟。呢張單咧就由一個彌敦道 TOP， 即係個 TOP 商場送去邊？哇！送去海富苑，送去海富苑啊，即係大角咀。個價單48蚊一毫，48蚊一毫。個平台又要我9點10分送到去，9點10分送到過去。哇！而家老虎蟹都要行過去，即係老虎蟹而家啲老虎蟹都行過去個商場先，行過去8分鐘，行過去8分鐘，即係行到過去，仲有21分鐘可以行到過去呢個海富苑，即係大角咀嗰邊。因為趁而家有少時間，梗係講下啲新聞時事先啦。前幾日咧有個唔知時事評論員定係財經評論員啦，就發文就話香港人歧視啲內地人踎，話踎得多咧對身體健康啲。但我唔知有冇咩科學根據啦，踎得多會對身體健康啲啊！但係我就係知道深蹲咧就對身體好啲啫。係啦，深蹲同踎唔同嘅，深蹲同踎唔同嘅。但係佢踎嗰個咧就比較低啲嘅，可能個大髀，嗰啲就比較粗壯啲咯。佢踎得多，都可以話。都話健康啲嘅，但係冇咩科學根據咯。但係佢話香港人歧視啲內地人踎，唔得咯。但係其實香港人冇歧視啲內地人踎㗎，係只不過內地人踎個位置唔好啫嘛，踎嘅位置唔好啫嘛。如果內地人踎個位置，屌啊喂！喂，嗰啲行唔行得啊？喂，你行呢邊定行嗰邊啊？係咯，只不過內地人踎嘅位置唔同啫嘛，係咪先？踎嘅位置唔好啊，所以香港人咪咩咯，咪唔中意咯。喂，如果內地人踎，佢唔係喺大街大巷踎嘅。嚟嘅橫街窄巷踎嘅，梗係冇人理佢啦，理鬼佢咩？係咪先？冇理由佢喺天橋中間踎噶嘛，係咪先？佢喺天橋中間踎嘅，喂，咁咪真係阻住人行啦，係咪先？仲有佢哋好中意咧啲紅綠燈位前踎啊嘛，有啲紅綠燈位前踎，即係阻住人哋行路，阻住人哋個紅綠燈嘅，係咪先？喂，梗係唔得啦，咁樣係咪先？你喺紅綠燈位前踎，阻住人哋過馬路，喂，梗係人哋唔中意啦，俾我都唔中意啦，去到尾啱唔啱先？阻鬼住曬，阻定，啱唔啱啊？咁咪咯，仲有幾耐？仲有3分鐘到目的地，唔係3分鐘到餐廳，3分鐘到餐廳。哇！真係好急趕，好急趕。即係仲有少少時，都仲有少時間。講多則新聞先。今日咧，即係尖沙咀樓上酒吧嗰個謀殺案啊！和盛嗰個左口啊，佢自首，係啦，佢自首。點解自首咧？係阿豬阿狗都估到啦。喂，大佬！佢自己字頭個牆，自己字頭個牆，哇！一出事之後，即係個傷人死咗之後，哇！即刻乜嘢？即刻俾警方雷霆掃咗成個禮拜啊！收咁大佬，係咪先？麻雀館、機鋪、雞竇、馬攬，跟住酒吧，哇！嗰啲全部嗰啲收入啊，哇！真係1-6千丈。哇！心諗大佬咁點啫？係咪先？咁佢喺公都揾食㗎，心諗冇嚟為咗一個
要犧牲成個字頭嗰啲生意㗎嘛，係咪先？喂，梗係咩㗎啦，梗係公雞打俾佢㗎啦，同佢講，喂，左口啊，喂，你唔好再黏埋人，你自首啦。係啊，嗱，最多我哋同警方傾下偈，傾掂數啊，改控你誤殺啦。可能改你控你誤殺，咁你誤殺或者可能你即係將啲罪責全部卸晒俾嗰啲男嘅咯。你知下啦，啲男嘅狼死噶嘛，咁就啱喎。即係將啲罪責全部卸晒俾啲男嘅，係咪先？有啲男嘅唔知頭唔知路，你知啦，啲男嘅狼死㗎啦，狼胎㗎嘛。打交永遠唔識流力㗎，係啊，打交唔識流力㗎，所以你將啲罪責射俾啲男嘅得㗎啦。係啊，你可能俾人告誤殺啫，到冇得地，睇下有冇力先，睇下有冇力先。哇，雞肉晒，唔該，711呢袋 ，thank you， 唔該晒，取得，睇下先，哇，15分鐘行到個目的地。15分鐘行到目的地，係咯，即係可能食和勝我嗰邊同你傾，同阿左傾掂晒數，最多我哋俾啲安家費你啦，你出嚟蒲頭去自首咧，咁你出翻嚟咧，俾翻啲場你睇啦，俾翻啲場你睇，俾啲游水位俾你睇啊，或者唔係游水位嘅，俾翻啲。即係冇咁多中間位俾你睇咯，係咪先？咁左口梗係左度右度，誤殺都係坐6-7年啫，邊坐6-7年啫？我而家40幾歲，坐6-7年，50歲出到嚟，50歲出嚟仲可以揾到食喎，因為仲有啲咧可以跟住我揾食喎，係咪先？咁我點解唔去自首啊？係嘛？所以佢諗過度過，可能真係自首啱啲嘅。係啊，哇！你啊，仲有13分鐘到目的地，13分鐘到目的地。嗰單嘢先，左入到去，入到去根本都唔係坐監嘅，係咪先？入到去太世界㗎嘛，係咪先？啱啊，係咪先？仲有嗰幾個男嘅真係慘啲嘅。係啊，佢唔知頭唔知路，就係收錢做嘢啫嘛。收錢做嘢俾人打死咗人，錯手打死咗人，真係變咗老毛。佢真係唔知啊，真係係咪先？真係好撚慘情啊！但係南亞都係抵死嘅，南亞真係抵死嘅，因為南亞點會加入黑社會？威咯，型咯，搭馬咯，係啊，顯示咗佢自己喺族群嗰度搭馬咯，係啊。加上有啲黑社會，即係利用呢點啊，啲南亞喺香港揾唔到嘢做，係啊，而家好啲，以前揾唔到嘢做，而家起碼佢哋可以送下外賣啊，嗰樣啊嘛。但係送下外賣，喂，咁啦，佢影響緊本地外賣員啲生意啊嘛，係啊。但係而家有黑社會，而家有黑社會邊有揾到錢嘅？麻雀館又式微，又冇咩人打麻雀，係咪先？就上樓上巴酒吧又係式微，係咪先？都係唔去啦！而家啲後生仔未必去嘅，而家係咪先？加上馬欄嗰啲更加係，啲馬欄嗰啲女，即係我冇話我自己老馬識途啊！但係啲女冇以前咁靚咯，啲啊係啊，啲女冇以前咁靚咯，入咗好多嘅。即係據我所知啊，以前咧00年嗰陣時咧，即係啲女 OK 啲，因為我嗰陣時我都喺即係旺角影下相啊，係嘛？即係街拍嗰陣時咧。就見到啲小姐周圍去嗰份，
馬欄啲市者周嚟行去嗰個，即係 A 場去 B 場，B 場去 C 場，咁樣去噶嘛，係咪先？都係見到噶嘛。咁嗰陣時啲女係靚好多嘅，而家邊度有女過嚟呢度做啫？做都唔做馬欄啦，即係幾個同鄉，即係我自己揣測啊，即係啲小紅書啊，咪最多夾幾個同鄉租一個單位啊，短租嘅，係啊，短租嘅，租一個單位同樓掛單做1個月，嗱輪流，即係輪流接客，係啊，呢個鐘我嘅，下個鐘佢嘅，係啊，大家輪流，嗱最多2個人夾，嗱最多租2個單位係1個單位啦，係咪先？起碼仲好揾個馬欄嗰度做啦，係咪先？最多俾少少保護費俾啲睇場嗰啲人啫嘛，係啊，起碼好過馬欄啊，真係好過馬欄。而家好多小紅書都咁做嘅，而家好多小紅書都咁做，係啊，即係離點轉做1樓1好做，都唔會去做馬欄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唔好講咁多廢話住，仲有7分鐘到目的地，7分鐘到目的地。唉，我搞掂。我而家入咗去個海城一期，舒服啲。係啊，睇都好攰。哇！真係7分鐘啊，7分鐘到目的地啊，到目的地。終於完成份外賣。幾多點送到上去咧？9點鐘送到上去，9點鐘送到上去，比平台快10分鐘，啊，繼續開工。